代替破腹是训练医学生真重要的课程，关系到未来医生开刀的能力。今日台北医学大学就举行破腹教学英灵对事纪念会，感谢把身体管出来代替老师。 60多岁的吴凤琴和因先生拢是身障人士，虽然讲生活上有真侪不方便，但是同款是真爱帮助别人。两个人约好做伙来签器官捐赠和代替捐赠的同意书。2当前因先生因为喙齿癌和糖尿病才并发症过身，所以就照因先生的意愿，甲代替捐予台北医学大学。如果是器官捐赠，可能遗体后的事情还是要处理嘛。那我想整个做大体捐赠。 学校讲，代替解剖学是医学系学生养成真重要的课程。新冠疫情的期间，捌出现欠代替老师的情形，就算伫个疫情过后，管的风气同款是无改热。以北医大来做例，同年款募差不多14区的代替老师，是供上百的学生来使用，等于是平均每15个学生就做伙用一区。 最近几年有部分医学院是引进 AR 和 VR 解剖这个科技，但是同款是无法度完全来取代代替老师的功能。大体老师他有多样性，就是只要课本上会写说，我们可能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血管的分支，或者是那个神经的分支，我们一次上课就会看到不一样的多样性。那这个就比较符合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不同的病人。北医大自5早起是举行113项年度解剖教学英灵对事纪念会。学校讲，这代替老师就敢若是学生的母语良师，用最后的身体来做教学。嘛希望代替捐赠会当比照器官捐赠，成立全国统一分配中心，和代替老师的大爱的精神会当延续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